台南甲日本平户市因为郑成功结缘，加上明年就是郑成功诞生400周年，所以平户市才规划相关纪念活动。夏天市长伫疫情解封以后，嘛特别来拜访市长黄伟哲。会中讲到伊10年来台南已经24摆，所以踏上台南就亲像故乡同款亲切。加上台湾、日本伫经历地动的互相帮助，建立深刻友谊，所以市长嘛希望未来伫文化产业甲学术顶面有进一步交流。郑成功在台湾民间因为他这个来台湾开辟台湾所以说在台湾历史上有一定的定位。那但是由于这个正式的这个母亲，那让平户跟台南平户跟台湾尤其结成了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这个连结其实也见证了在这一段时间以来，近年来，不管是3.11地震，不管是台南的02、06地震，或者是这个在疫情期间日本政府对台湾的协助，我们都这个感受得非常深。我想在未来平户跟台南的关系只会越来越亲近越来越往来越来越密切，在文化以及在产业的交流上，我们都很愿意有更多的机会不管是前往平户访问我们的学生，或是我们的这个民间跟官方的往来，或者是平户来台南，我们都热忱的支持跟欢迎。会中市长为天马地政郑成功文创伴手礼甲纪念品来销送，热情欢迎因时常来台南，嘛期待未来更较侪来自日本的朋友会当品尝台南优质的农特产品。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